我哋都會未雨綢繆，好似儲蓄、立遺囑，仲有計劃退休生活。不過，面對健康挑戰，要做重大醫療決定嘅時候，我哋嘅準備又係咪足夠？預設照顧計劃同預設醫療指示。醫生啊，我最近聽個朋友提起啦，預設醫療指示同埋預設照顧計劃啦，其實係關於咩㗎？預設照顧計劃 （Advanced Care Planning） 簡稱 ACP， 就係預早為病人制定晚期照顧嘅安排，適合精神上有行為能力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嘅病人。目的係預先同醫護人員商討，確保治療方案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同意願。預設照顧計劃範疇廣泛，涵蓋咗身心社靈嘅照顧。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就係當病人患上咗嚴重疾病，病情惡化至無法逆轉，而病人亦都陷入咗昏迷或者失去咗自主決策能力嘅時候，係咪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精神上有行為能力嘅病人可以進一步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 簡稱 AMD。呢份文件有法律效力，可以清楚表明自己係拒絕接受邊一啲維持生命治療。例如，你可以選擇當病情去到末期時，係咪拒絕接受心肺復甦術或者其他維持生命治療？喺訂立預設醫療指示之前，我哋建議病人、屋企人同醫護人員先透過預設照顧計劃進行一個充分嘅討論，確保病人嘅醫療決定係符合佢哋自己嘅意願同埋價值觀嘅。點解預先討論維持生命治療係咁重要？當時爸爸病危，醫院問我哋要唔要急救，我哋完全唔知道佢嘅意願，喺危急情況下揀咗急救。但係爸爸過身之後，我先喺日記入邊發現，佢其實想自然離開。嗰段時間真係好難受。如果同樣嘅事發生喺我身上，我唔想屋企人咁為難。所以趁而家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同屋企人討論係好重要嘅。跟住落嚟，我哋會講下咩係維持生命治療，例如心肺復甦術、人工輔助呼吸、血液製品、心臟起搏器及血管增壓素，為特定疾病而設嘅專門治療，例如化學治療或透析治療、抗生素以及人工供給營養與水分。等你初步了解到佢哋嘅利同弊，幫助你選擇適合自己嘅醫療安排。我哋鼓勵病人喺自己清醒嘅時候，同屋企人表達自己嘅意願。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因為病情未能表達自己嘅意願，屋企人亦都可以根據對病人嘅了解，佢嘅價值觀同埋意願，去同醫護人員商討，為病人制定合適嘅治療方案。心肺復甦術。心肺復甦術簡稱 CPR， 係搶救生命嘅措施，用於心跳或呼吸停止嘅情況。透過電擊或按壓心臟，以人工嘅方法把血液泵到身體各部分，加上人工呼吸，幫病人插喉。接駁呼吸機，直接泵氧氣到病人肺部。對於一般身體健康而突發心臟停頓嘅病人，施行 CPR 係相對有效嘅。但對於晚期或者身體情況非常衰弱嘅病人，施行 CPR 嘅成功率微乎其微，仲可能為病人帶嚟更加多嘅痛苦或者係後遺症，例如肋骨骨折、氣管創傷或者係腦部缺氧等。如果 CPR 唔成功，會點㗎？CPR 唔成功，病人承受咗額外嘅痛苦，但仍然無法改變最終嘅結果。所以對於晚期病人，有時選擇自然離世，或者係更加尊重病人意願嘅做法。透過預設照顧計劃或預設醫療指示，你可以清楚表明病情去到晚期而不可逆轉時，
係咪拒絕接受 CPR 等創傷性治療，為人生嘅最後階段選擇符合自己意願嘅方案。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心肺復甦術雖然可以搶救生命，但唔係所有病人都適合嘅，特別係晚期或者係身體狀況非常衰弱、身體機能嚴重受損嘅病人。提前了解同計劃，可以確保醫療安排符合自己嘅意願，同時減輕屋企人做緊急醫療決定嘅壓力。人工輔助呼吸。人工輔助呼吸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我哋簡稱 NIV， 係一種非侵入性嘅呼吸支援技術，透過面罩提供氧氣，幫助病人呼吸，減輕呼吸困難。非侵入性呼吸機主要用於幫助呼吸困難嘅病人，例如急性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發作或者肺炎患者。呢一種技術係唔需要插喉嘅，對於病人嚟講，個侵入性係相對低一啲，亦都可以改善到氧氣供應，同埋增加肺部嘅換氣能力。NIV 喺特定急性病發時可以穩定病情，為其他治療爭取時間，但並非適合所有病人。例如，對於末期嘅病人，當病情已經去到難以逆轉嘅階段， NIV 可能只會延長不必要嘅痛苦。使用 NIV 會唔會有咩風險㗎？NIV 喺某啲情況之下的確可以幫助病人，但可能會引起以下嘅併發症。長時間戴住面罩可能導致面部壓力點位置出現紅腫或者係皮膚損傷。另外，因為氣流可能會進入胃部，導致病人會感到腹脹或者係唔舒服。另外，持續嘅氣流可能會令到鼻腔、口腔或者係喉嚨乾燥，導致不適。此外，部分嘅病人可能會因為面罩嘅壓迫感而感到焦慮或者係唔適應。使用 NIV 期間，醫生可能需要頻密抽血，以監察血液中養分同埋二氧化碳嘅水平，用作調整呼吸機嘅度數。咁頻繁抽血都可能會導致不適嘅。NIV 治療效果同影響因人而異，需要根據病人嘅身體狀況同個人目標進行評估。透過預設照顧計劃同預設醫療指示，病人或家人係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佢嘅意願，確保醫療嘅安排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心臟起搏器血管增壓素。喺某啲危急情況下，例如心臟功能衰退或者血壓過低，可能需要使用心臟起搏器或者血管增壓素去穩定病人嘅狀況，維持血壓同埋心跳。心臟起搏器係一種小型嘅電子裝置，通常植入喺病人嘅胸腔內，用嚟幫助調節心跳。如果病人嘅心跳太慢或者唔穩定，呢個裝置係可以發出電信號，刺激心臟正常跳動，確保血液可以供應到全身。心臟起搏器係可以改善因為心跳太慢而令到心臟功能不足引起嘅症狀，例如頭暈、疲倦同埋氣促。不過植入手術亦可能有風險，例如感染、出血、或者裝置故障。病人喺決定前需要同醫生作充分嘅討論。血管增壓素。血管增壓素係一種藥物，俗稱強心針，主要係用嚟增強血壓。如果病人因為感染、心臟衰竭等導致血壓過低，血管增壓素可以幫助收縮血管，刺激心臟跳動，增加血液供應，從而維持重要器官嘅供血，例如腦部同埋腎臟。血管增壓素長期使用可能引致手腳血液循環減少、腎功能受損，
甚至可能會令到病人感到不適，而且唔可以長時間使用，通常係短暫使用。如果唔用呢啲治療，病人會點樣？如果唔使用心臟起搏器或者血管增壓素，病人嘅心跳同埋血壓可能喺短時間之內會大幅下降，導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不過，對於末期病人，如果病情已經難以逆轉，呢啲治療未必可以改善病情，反而可能會令到病人延長痛苦。心臟起搏器同血管增壓素係常見嘅維持生命治療，但係對於末期病人，提前了解同計劃可以確保治療安排符合病人嘅意願，避免喺緊急情況下進行病人唔希望接受嘅治療。血液製品。輸血係一項常見嘅醫療程序，用嚟補充缺乏嘅血液，穩定病情或者拯救生命。喺緊急情況，例如大量失血或者慢性病引起貧血，輸血係能夠發揮重要嘅作用。輸血可以恢復血液嘅帶氧能力，對於失血過多或者嚴重貧血嘅病人，輸血係必要嘅治療手段。輸血能夠改善血液循環，減輕疲倦同埋氣促等嘅症狀，為下一步嘅治療爭取時間。另外，考慮到晚期病人嘅疲倦同埋氣促係由多重因素形成，有時候單只係提升血色素，未必可以有效處理到呢啲症狀。對於末期血液病患者，特別係選擇唔接受化療嘅情況下，輸血嘅需要可能非常之頻繁，有時每隔幾個星期，甚至每隔幾日一次。頻繁輸血雖然能夠暫時改善症狀，但係會帶嚟挑戰，例如靜脈難以維持通暢，增加不適，同時病情仍然可能無可避免地惡化。輸血係安全嘅程序，但可能會出現過敏反應或者其他風險，或者喺極少數嘅情況下出現咗感染風險。不過，所有嘅捐血樣本都經過嚴格嘅檢測，所以呢啲風險係非常之低嘅。輸血係維持生命嘅治療，但對於末期病人，可以提前了解喺人生最後嘅日子係咪接受頻繁嘅輸血。專門治療、化療、洗腎。對於慢性或者係晚期嘅癌症患者，專門治療例如化療同埋洗腎，有可能控制病情、延長生命或者係改善生活質素。但呢啲治療同時帶來挑戰，需要病人同埋家屬深思熟慮。化療係用於治療癌症嘅主要手段，目標係減輕腫瘤增長、縮小腫瘤，以延長患者嘅生命。化療通過口服或者注射藥物，破壞快速生長嘅癌細胞。化療對於有啲癌症非常有用，但可能會引起副作用，例如噁心、疲倦、脫髮同埋免疫力下降。病人需要權衡化療嘅益處同埋潛在影響，再作決定。洗腎。當腎功能衰竭，導致無法排除毒素同多餘水分，洗腎成為咗一種人工嘅替代方法，包括血液透析，俗稱洗血，或者係腹膜透析，俗稱洗肚。洗血係通過洗腎機清除體內毒素同埋多餘嘅水分，需要手術建立血管通路，例如動靜脈瘻管。每次治療需要3至4小時，每週大概3次。洗血可能會引起低血壓、抽筋或感染等嘅副作用。洗肚係利用呢個腹膜作為一個過濾膜，透析液注入咗腹腔之後，會停留一段時間再被排出。喺呢個過程入邊，身體嘅毒素同埋多餘水分亦都會跟隨呢一個透析液一同被排出體外。洗肚每日需要更換3至4次，病人可以喺家中進行。可能引起嘅併發症包括感染、腹膜炎或者係導管阻塞。自動洗肚機可以喺夜間自動完成透析，減少日間操作嘅次數。
但亦有感染腹膜炎或者係導管阻塞嘅風險。無論使用邊一種透析方法，都需要長時間治療，可能影響到患者嘅生活質素同埋自由，對於病人造成負擔。如果唔用呢啲治療，病人會點樣？如果病人選擇唔接受化療或者係洗腎，我哋將會專注於舒緩治療，例如開去水藥減輕呢個體液嘅積聚，或者止痛藥去減輕呢個疼痛，提升病人嘅生活質素。舒緩治療雖然冇辦法醫好個病，但係可以有效減輕症狀，等病人同屋企人有更加多嘅時間相處。治療嘅重點在於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同埋生活目標，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靜脈注射抗生素。靜脈注射抗生素係治療嚴重感染嘅重要手段，特別係對肺炎、敗血症等致命感染。呢種方法可以快速將藥物送入血液，有效控制感染。對於身體狀況穩定嘅病人，抗生素通常反應良好，可以幫助控制感染。對於晚期病人，例如認知障礙症或者係神經退化性疾病嘅患者，肺部感染通常係最常見嘅死亡原因。接近生命終點嘅病人，由於免疫能力下降，可能反覆感染，需要多次接受抗生素嘅治療。但抗藥性嘅問題可能令治療效果減弱，甚至延長痛苦。反覆靜脈穿刺可能引起不適，增加痛苦。因此喺晚期階段，當考慮係咪長期重複地用靜脈注射抗生素時，應以病人嘅生活質素同目標作為核心。不論病人係咪接受抗生素，對於治療晚期器官衰竭嘅病人，我哋都會以舒緩症狀為治療嘅主要目標。選項包括使用嗎啡類嘅止痛藥，幫助減輕痛楚同埋不適，又或者用化痰藥，減少口腔分泌物，確保病人舒適。靜脈注射抗生素係控制感染嘅有效手段，但係當病情到達不能逆轉階段時，長時間接受抗生素未必係一個最好嘅選擇。透過預設照顧計劃或預設醫療指示，病人或家人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佢嘅意願，確保醫療嘅安排係最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人工營養同埋水分。當病人無法正常進食或者飲水時，通常被提議使用導管位置營養與水分，例如鼻胃管或胃造瘻管。對於中風或手術患者，可能需要短期或長期使用鼻胃管。但對於晚期認知障礙症嘅病人，隨住病情發展，病人會逐漸失去吞嚥嘅功能。而根據現有嘅研究結果，導管餵飼未必可以延長到呢一類病人嘅生存時間。插鼻胃喉可能會令到病人唔舒服，佢哋可能會拉扯導管，導致雙手需要約束。而胃造瘻管需要手術插入，可能引發併發症，嚴重嘅包括腸胃出血或者係腹膜炎。此外，導管餵食亦未必可以減少吸入性肺炎嘅風險，因為我哋口腔中包含大量嘅細菌。導管餵食無法防止口水或口腔分泌物吸入氣道，從而引起肺炎。另一方面，維持良好嘅口腔衛生可以幫助減少肺部感染嘅風險。導管位置嘅替代方案與考慮。小心人手餵食，結合皮下或靜脈注射嚟補充體液係另一種選擇，可以減少不適。病人某程度上亦都可以保留口部進食嘅樂趣。不過手餵亦都有食物進入氣管風險，引致窒息。而某啲病人可能完全無法或拒絕進食。我哋可以根據患者嘅個人情況，
仔細平衡人工營養同水分治療嘅風險與好處，選擇最適合病人嘅照顧方案。對於晚期病人，維持生命嘅治療未必能夠大幅延長壽命，而且可能會帶嚟一定程度嘅不適同不便。不過治療嘅效果同影響因人而異，需要根據病人嘅身體狀況同埋個人目標進行一個評估嘅。每個人對治療嘅選擇都有所唔同，有啲人希望盡力延長壽命，亦有人更專注於減輕痛苦。又或者有人希望喺延長壽命同減輕痛苦之間取得平衡。無論你選擇咩方案，我哋都會全力尊重同支持你嘅決定。同時，對於晚期病人嚟講，屋企人嘅慰藉、關心、陪伴同埋表達愛意，可能係最重要嘅事情。記住，預設照顧計劃同預設醫療指示唔係放棄，而係關於掌控。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同屋企人、醫護人員溝通，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